今年这个10月到12月这段期间，就是帝王柚的产期，家己水上有农民种这款帝王柚，教训的帝王柚唔但有芳开，而且真大粒，甚至平囡仔的面搁较大。甲外口套的袋仔摕掉，这把田的帝王柚，即马当时教训的期间，农民讲这种帝王柚的芳开真高，所以要用袋仔包起来，较袂因为芳开成汤拖来定。为什么叫它香水帝王柚？因为它本身呢，到9分熟的时候，闻这边它会发出香味。它的表皮它那个果皮比较薄，薄的话它发出香味，很多果园都喜欢来光顾啊。很好吃，赞。除了帝王柚以外，西施柚嘛是这段时间会当采收。农民表示，今年春天的时阵，因为雨水较少，所以今年收成的柚啊嘛较细。那个西施柚跟那个帝王柚的产期都差不了，时间差不了多少大部分都是同时采摘，因为今年那个是干旱嘛，那个开花期春季的话干旱干旱的话果实要长大它没有办法长大，所以说它会比较小。农民讲，因为使用自然有机的种植方式，所以柚啊拢爱高分才会采收。就算是种植风台来的时阵嘛无抢收，虽然有较细粒，产量嘛有减2成，不过品质也是袂歹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